也是在地新闻，继续来到高雄的美浓。真侪人对美浓的印象是传统的客家婚楼、美丽油纸线、丰富的客家美食。除了这之外，在地青年阁想要为家乡创造阁较侪机会甲光景，所以有点影师回乡来开民宿，互阿公的三合院华丽重生，吸引到真侪游客到来。嘛有上班族回乡做农，守护环境甲土地。经过青年团队回乡，推动伙房再生、活化老家，引入到创新的产业。美浓这个传统的客家庄，因为有少年人回乡打拼，即卖变甲无共款了。秋天金门市日头一个照，充满古老记忆的三合院，厝新互人，无论是伫街路，还是伫田花边，艺术是得到新生。这是传承百年历史的高雄美浓，伫顺福农村风情的小店，上较有代表性的手工艺，就是纸线。吴建明真专心伫打边纸，做线的技艺拢是手工。林先生、林英军，这是咧增添色彩，为纸线打造无同款的面貌。曾经有人要我对闪作简短的诠释，我就说很多人的凝聚就是团结，撑出一个圆叫做圆满。阿某两人规半世人拢伫守护美浓纸线，即马做线的工法传到后一代啊，就希望讲这个文化资产会使保存。伫这个客家农村小镇，朴实的村民有的是守成，有的是想要改变。大出的时，尤其无野肥的白玉菜头，要销到通路，也是加工做副产品。用传统客家配方是这个白菜头，罗安红甲因太太蔡家荣是北漂上班族，因后爸过身后，回去故乡做农，守护环境甲土地，伊同时思考如何带动农村的人气甲经济。这个场域是我小地市的主舞台区哈，就是以山为背景，然后田地就是一个大自然的舞台。小农翁某思考用家己的力量，替故乡注入艺术活水。伫超过1000平土地举办小地艺术日，当年拢吸引几千人参加，即马已经是第3年啊。我们可以更精致一点，好，朝友善土地的方式去做的话，好，其实那个效益会让更多人愿意回到农村。日本时代就是一个烟楼隔壁的工作室，然后以前长辈们啊、工人们就是透过这些窗户有没有大大小小的气窗去监控隔壁烟楼烤烟的情形。房间内4界拢会使看到婚楼的风华。民宿负责人钟树维本来是台北媒体业上班，15年前一阵风台将老厝的婚楼吹倒去，嘛会有翻老厝来开民宿的想法。地方创生最重要还是个空间嘛，大家人才要在一个空间里面发挥他们的所长，然后最后才会有美好的东西、美好的事物可以被创造出来。老厝唱片机传来音乐声，钟树维正在进行新型仪式，清洗一张一张的刻盘。这间台湾唯一的老婚楼，屋家的视听空间有超过4500张刻盘加音乐片。曾经有个邓丽君的歌迷，他从香港就特地飞过来，对，因为他就为了听这些邓丽君在歌林唱片时期灌入的这些黑胶。不少外国游客飞过重重的山海，就是为了要到农村内面的民宿大真美。然过这个100年客家小镇无公共运输的工具，脚踏车旅行嘛无普遍，变成发展观光、推动创新的最大的阻碍。在我们这边观光必须都是要开车。你像国外的观光客，不管是东南亚或者大陆的观光客要来，都是缺乏这些交通工具，所以他们大部分在市区观光而已。活化客庄引领地方创新，美浓的改变之路正往农业经济、提振观光等等方向推进。